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为了辅导失业者以及二度就业的妇女，会当有一技之长，特别委托南洋科技大学办理美容人才3分专班，邀请业界名师来到专班，教导学员美容专业知识，并且采用甲业界共步的美容仪器，课程相当严谨，予认真优秀的学生在结婚了后，马上就当投入产业当中。南农科大跟劳动部然后以及跟盛威企业所举办的这个产训专班那其实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些目前这些失业的民众然后对美容这个美肤有兴趣的来过来学一技之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借由盛威然后基本上可以去那边做实习以及就业。那其实我们在12月9号其实也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然后那一天其实我们会请劳动部的分署长林家属分署长过来那基本上会邀请一些银发族过来，我们会帮他们会做一些经络啦，一些美肤的一些活动当然到时候我们欢迎我们台南各界这个银发族可以过来共襄盛举。那当然就我们这样的活动做有关于技艺的精进部分的话，那当然如果后续的话，因为本身我们南农科大也有美容造型设计系，那其实后续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美容造型设计系这边来就读。我们盛威目前旗下有5家公司目前在各大精品百货大卖场它有8家的门市专柜，另外有直营的专业SPA会馆共6家，都聚集在台南市。希望说学员在专业的学习专业理论的时候，能够有跟实务操作能够相齐头并进然后在事业者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他习得一技之长以后，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的职缺给这些事业者能够重新回到职场来工作。美容人才3分专班招生对象包括15岁以上，具有工作意愿，但是工作的技能不足，或者是失业的人士、伤残人士，拢是服务的对象。欢迎厝内对着美容事业有兴趣的大业者，会当拨卡0620066236来询问报名相关的内容。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BB 宽屏超优惠，120枚，每月只要888。月底前申办再送15个 HD 高画质频道，每月100元 VOD 看片金，30天豪记卡拉 OK 免费唱，还有包月影片3选1。BB 宽屏让您畅快丢网，尽享娱乐转会，快拨打电话订购